不会跳别的。哎，忘记开美颜了，开一会儿啊，开一会儿。大家好，我係阿立日記頻道嘅主播 Lily。今集講述抖音禁過度美顏，榜一大哥會唔會失望呢？中國網路直播產業迎來重大變革。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正式批准發布網路表演經紀機構營運服務要求，由中國演出產業協會組織起草嘅網路表演團體直播營運管理要求，於本月27號正式實施。呢個係中國首份專門針對團體直播營運嘅管理標準。根據紅星新聞報道，2025年團播日均開播房間數約8000個，涉足團播業務嘅公會已經超過3500家，佔整體公會數量近12%，年增幅超過16%。團播已成為直播產業嘅重要分支。新規將團體直播定義為由3名以上網路主播共同進行嘅網路表演活動。喺互動性要求方面，規定唔應該透過暗示性語言、動作或虛構親密關係誘導用戶消費，唔應該組織粉絲進行打賞排名或者攀比。才藝展示方面，單次舞蹈展示需包含2個8拍以上完整動作組合，時長不得低於2分鐘。專業性要求方面，整體形象要乾淨整潔，服裝大方得體，不得濃妝豔抹或者過度磨皮美顏。嚟自大連嘅高先生表示，新規定將迫使好多團播改變既有模式。佢指出，過去好多團播嘅舞蹈表演，一個人只跳10幾秒鐘就換下個人。新要求將對直播方式產生重大影響。西安一家 MCN 機構負責人毛先生透露，過去確實會為滿足網友獵奇心理而設置誇張內容，包括着住造型奇怪嘅衫，或者將特效開到誇張程度。而家已開始對主播嘅舞蹈專業素養進行培訓，唔再將重點放喺誇張造型上，觀看人數反而穩定增長，打賞投放效果都好好。今年甚至計劃直接去掉美顏特效，俾主播真實呈現。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劉海明表示，團播因互動性強、PK 元素明顯，近年受到大量用戶青睞，但亦都更容易出現內容越界同商業誘導問題。新規為團播內容劃出清楚紅線，比其喺更規範健康嘅框架下發展。值得注意嘅係，呢項規範由北京抖音科技、北京快手科技、杭州無憂傳媒等多家平台同 MCN 共同參與起草。抖音官方客服回應，平台冇相關通知，具體以官方通知為準。網友對新規反應兩極，有人認為識到高強度濾鏡之後呃唔到榜一大哥打賞，亦都有人支持回歸真實，認為實力先至係硬道理，過度美顏跟詐騙冇區別。